有位沙士咧就話啦，咁啊至少人啊，否則使用少噴劑啊。人哋做啲乜嘢，你咪正常做翻啲乜嘢咯，但係冇理由咁樣開槍㗎嘛。唔使理佢啦，唔需要理佢。唉，自己都唔使理㗎啦。你可以唔使理我自己講嘢啫。你聽得到你咪聽咯，你聽唔得到你咪唔好聽咯。唉，你睇清楚條片啦。我唔係一定要你三槍實彈啊！屌你對啊嘛！停止啊！停止啊！喂，保持翻距離啊！剛剛有位警員咧就跟住咧有一位相信係比較高級嘅